家嚟到莫斯科呢，一定要參觀一下莫斯科嘅地鐵。佢唔單止呢係交通工具，佢亦都係一個深藏喺地下嘅藝術長廊。佢承載住蘇聯同埋俄羅斯時期嘅歷史記憶同埋藝術嘅輝煌。每一個站呢都係獨一無二嘅建築傑作。先講馬雅可夫斯基車站，車站鑲嵌咗34幅蘇聯畫家傑伊列卡創作嘅天空主題嘅馬賽克，展示出史泰林時期現代主義嘅作品。基輔站，拱門上精美嘅壁畫，描述咗基輔嘅歷史同埋俄羅斯嘅友誼。金色嘅邊框同埋華麗嘅吊燈，展示出巴洛克式嘅奢華，洋溢着烏克蘭嘅民族風情。革命廣場站充滿咗雕塑嘅力量感，月台兩邊排列出76尊青銅像，描繪出蘇聯時期嘅工人、農民、士兵同埋學生嘅形象。共青團站裏面巨大嘅穹蒼，繪有8幅嘅鑲嵌畫，呈現出俄羅斯歷史上嘅重要戰役同埋英雄時刻。吊燈同埋大理石柱，彷彿帶旅客進入一座凱旋嘅殿堂。新村莊站展現出精緻優雅，32幅彩色嘅玻璃畫，鑲嵌喺拱廊之間，描繪出花仔、農作同埋幾何圖案。光從呢啲玻璃畫展現出嚟，透視出斑斕嘅色彩。最後呢，就要介紹勝利公園站，佢係為紀念衛國戰爭勝利而建設嘅，有戰爭嘅苦難同埋勝利嘅榮光。佢嘅特別呢，就係建築喺地下嘅84米，傾斜度呢30度嘅扶手電梯，我由下向上坐都要坐足3分鐘先至可以到頂，大家欣賞下佢嘅特別啦。莫斯科嘅地鐵站呢，每個都有唔同嘅特色，等住你哋自己親自嚟欣賞啦。